是我啦，是我受惯哦，互小阿英去开3元烘焙啦。啊！第二，我决定哦，甲真好食，甲互恁个前一天，迄天半暝，我甲小吴叫来我的房间，我爱你走。爱我走？你半夜把我叫进来，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小吴啊，我即摆认真甲你讲，真好食这间店吼，我会留互阿中伊兄弟姊妹随你走。我是有想过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，我还骂自己说不可以把你想成那么自私没天良的人，没想到你就是。你竟然要把景后家留给朱秉忠他们！是这啦，这啦。唔拿你走，连花贵嘛爱走。连花贵也要赶。小吴，你有巧巧囡仔，那看不出来，我得保恁两个呢。这是花贵买我的间厝哦，互我的钱啦。我即摆摕这钱哦，投资你甲花贵，因两个出去家己开店，照家己的意思。等等遮哦，听阿中安尼话东话西，啊，真好食食哦，以后嘛拢免管。你是头壳有问题哦，把景后家留给苏秉忠他们，会被搞烂的。因爸爸有交代，讲这间店爱留互伊。我嘛想要多看卖，看这间店以后会变安那。若是好上好，若是真正歹哦，嘛先家己做起来，无人通讲话。你拿景后家的招牌下注，你赌好大。小华，我想足久的呢。对因我爱做一个好妈妈，对因我爱做一个公信员合伙人，这是我唯一的办法呢。也搁有啦，这件代志哦，敢若因你知我知，袂好第三个人知，尤其是法官。伊只有唔知情哦，才是讲我真正是老糊涂，才会乖乖跟你走，吼。啊，重要我嘛袂讲啦，较尾影响啊尾哦去抢你迄块饼。韩国你甲法官出去开店哦，伊一定会找你麻烦。不管我是啥物代志，你一定要收好条，知无？我会当作公平竞争。这是我上阿尾的老本啦，万事拜托。还搁有啊，明仔载食早起的时阵哦，爱麻烦你配合我演一出戏。阿中是大囝，以后这间店换伊接手。妈，我的你只要把金河奖最后一根稻草。给我跳舞哦，威胁要跳袂下，先这块稻草吼，无法度甲真好食这个看板搭起来，叫阿斗。